各位同學仔，大家好啊！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20題嘅選擇題啊！一發射源呢，在水中放出一束嘅超聲波，咁同學仔留意啦，聲波 ，OK？如果同學仔熟嘅話呢，聲波呢係同光波或者叫做光線呢，佢嗰個嘅特性呢係完全相反嘅。咁啊，少少溫習先，乜嘢叫做光同聲波完全相反啊？就係話呢，光線呢，如果係由光疏介質，通常呢，我哋就叫佢做空氣啦。OK，現在呢係進入光密嘅介質。OK，就例如一啲嘅玻璃，OK，或者叫有機玻璃啊，或者係水啊等等嗰啲呢，佢理論上佢嘅速度 ，OK，佢嘅速度係會慢咗嘅，因為對於光線嚟講呢，佢越密嘅話呢，密度越高嘅話嘅介質呢，其實佢會阻礙咗佢行駛嘅，所以速度係會慢咗。因此呢，佢係會偏向發線嘅喺呢個情況。OK，但係因為呢超聲波，即係我哋所講嘅聲波啦。OK，佢如果係由一啲嘅密度比較高啲嘅，密度高啲嘅出翻去呢，密度比較低啲嘅，因為呢，佢聲波呢係透過粒子之間嘅距離呢去傳送嘅，即係簡單嚟講，如果佢係密度越高嘅，當你一喐動其中一粒嘅時候呢，隔離嗰粒都會受到牽連嘅，所以佢哋嘅傳送速度呢係相當之快嘅。如果係近嘅話 ，OK， 但係如果你係比較稀疏嘅，例如密度比較低，即係乜嘢啊？即係舉例空氣嘅話呢，佢相對地呢，佢哋之間嘅距離呢，粒子與粒子之間嘅距離遠咗，佢要震動到去掂得到另外第二粒嘅話呢，嗰個機會亦都係細咗嘅，所以呢，佢嘅速度係相對地比較慢啲嘅。OK， 即係簡單嚟講，由密度高去密度低，喺聲波嘅概念嚟講呢，原來佢係速度由快呢係變慢嘅，而光學裏邊呢係反為由速度高呢係變到慢嘅。OK， 咁啊，所以呢就會係sorry，係啦，咁啊，所以就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啦。OK， 好啦，咁啊我哋睇一睇呢個呢條問題先。咁我哋而家話啦，水去空氣嘅界面，咁而家啦。超聲波喎，對於水嚟講呢，超聲波喺水嚟講呢，理論上佢嘅速度因為密度高啲啊嘛，所以佢應該會係快啲嘅嚇，應該會係快啲。咁而呢出翻去嘅情況之下呢，佢嗰個嘅空氣嚟講呢，因為頭先都講啦，解釋咗啦，因為佢啲粒子距離遠咗，所以佢嘅速度呢，相對應呢係嚟講係慢啲嘅。OK。咁而家問你啦，以下邊一個係不正確嘅呢？咁樣好 A 嗰度啦，折射速嘅頻率跟入射速嘅係相同嘅，咁當然係正確㗎啦，因為呢，我哋係同一條嘅超聲波，佢無論去到咩媒介都好，嗰個頻率應該係不變嘅。OK， 唔會改變㗎。除咗你有兩個源頭啦，不過兩個源頭嘅話就已經係干涉啦，所以就唔關事啦。B 嗰度折射速嘅速率變得較少嘅，咁頭先都講啦，因為呢，佢係會去到空氣，出到去空氣呢，佢個密度比較低啲，空氣粒子比較疏啲，所以呢，傳送嘅速率呢係比較細嘅。咁呢個亦都係正確嘅，唔係答案嚟㗎。C 嗰度折射速離開分界面嘅時候會向發線咁偏折嘅，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佢想話咁樣喎。當然呢個係正確嘅。點解啊？因為佢已經慢㗎啦。咁啊，當佢慢速嘅時候呢，我哋唯有呢，好似之前提過大家㗎啦，就係我哋想走一個叫做捷徑嘅位置嘅。OK， 我哋想走一個捷徑嘅位置嘅。
如果佢係正常用翻呢條光線呢，就係作為一個界線嚟講呢，我偏向發線嘅話呢，其實就係代表佢慢咗；偏離發線嘅話呢，其實就代表佢快咗。OK，咁所以呢，我哋用呢個 concept 咁就知㗎啦。所以呢一題亦都係正確嘅啫。咁好簡單啦，答案一定係 D 啦。如果入射角足夠大呢，就會全內反射會發生嘅。咁當然係錯嘅，因為嚟講呢，佢永遠都係偏向發線嘅。咁所以呢，無論你個入射角大到幾大都好呢，佢都係會細過你原先嗰個角度嘅。咁所以呢，就唔正確嘅。OK，咁所以答案就會係 D。呢一年呢，揀 D 嘅同學仔呢，總共得46% 啫喎，50% 都唔夠啊！咁啊，希望咧同學仔可能咧需要了解多啲光學同埋聲波學咧裏邊兩個之間嘅互為嘅概念咧，係完全係相反嘅。咁同學仔要留意啦。好，同學仔加油啊！拜拜。